期六問責。頭先都講到啦，河套香港園區舊年年底啦，12月開幕啦，咁啊開園而家大概半年嘅時間，知道咧係分批發展嘅，有唔同嘅期數啦，唔同嘅批次。第一期第一批8棟大樓入邊呢，有3棟大樓開園嘅時候，其實已經係落成咗啦。可唔可以講講而家一啲科技企業進駐嘅情況係點樣樣？好啊，多謝景瑩。其實咧，依個開園嘅情況咧，頭先好似你咁講啦，我哋去年12月底係正式開園嘅時候咧，3棟樓就係起好咗，咁所以就其實當然嗰陣時已經開始租啦。咁我哋依家都相當反應係非常理想嘅，其中入邊有2棟係濕實驗室大樓咧，就真係科研嘅位置嚟嘅。咁其實基本上去到5月底咧，已經係有90家嘅科技企業係簽署租約同埋進駐，咁基本上所有嘅樓面面積咧係已經全部租出晒。咁呢啲企業咧個來源都係分佈係非常之廣泛嘅多元嘅。如果以來源地嚟去分咧，內地就約佔51%啦，本地係佔35%啦，而海外係約佔14%。咁如果講海外企業咧，佢哋喺唔同嘅國家都有㗎，瑞士、南韓、芬蘭、法國、加拿大等等嘅外國嘅國家咁嘅企業，佢體現到我哋咩咧？就係香港真係能夠引進來走出去，同埋更加體現到咧係行政長官要求我哋啦，就係河套呢個藍圖咧係開始畫，除咗繪畫之外咧，真係一步一步咁展現出嚟。咁呢啲企業咧，我哋都好重量之餘咧，都重質嘅。就唔係話全部都一款一樣嘅。我哋依家大概咧有10間到咧係一啲叫上市或者係龍頭公司。咁但係咧另外咧就69%至70%咧就係初創企業。咁點解要有大有細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專登嘅配對，我哋係有一啲嘅計劃咧，係希望由一啲龍頭公司去帶一啲初創公司，等佢哋係可以慢慢成長。但係同時間啲初創公司咧，亦都係可以提供一啲不論係服務啊，或者新嘅想法，或者對一啲事情嘅一啲問題，佢哋點樣去解決咧？由初創公司好多時又比一啲大公司咧係更加有靈活性喎。咁所以呢一個配對嘅模式咧，係我哋特登喺呢一個園區一開園就已經決定要係咁做。咁另外咧都想再反映下咧，就話呢啲咁嘅龍頭啊、獨角獸啊，或者自己初創咧，其實有近一半咧都係喺香港第一次喺香港設立據點嘅。咁所以亦都係去翻頭先嗰個點啦，就係話河套，因為既然係國家同埋特區都講明咗係要做到跨境嘅創科嘅合作嘅物理嘅平台咧，呢一個優勢咧，確係喺香港，就算喺香港其他園區都係揾唔到，莫講話係內地或者外國嘅園區。咁因此佢哋好多都好想好親身、好早嚟。咁如果講一啲大啲嘅品牌啦嚇，都讓大家有個理解嘛。本地嘅可能話我哋聯想啦、Lenovo， 英國嘅阿斯利康啦，或者內地嘅華大啦。咁如果另外有一啲係講緊我哋一啲創科啲嘅，我哋有儲能或者微電子咧，海神儲能係全球出產量第3嘅大型鋰電子嘅儲電系統。歌爾微電子係大家喺手機入邊咧有好多嘅智能傳感嘅芯片，又或者係韶音嘅耳機，係一啲運動員非常喜愛嘅尖端運動嘅耳機。咁呢一啲嘅科企咧，頭先講就係我哋大間啲，係希望可以帶領一啲小嘅科企去做啦。咁所以個喺依2棟至3棟，另外第3棟係人才公寓咧，就去配合依2棟樓嘅入伙嘅時候去做嘅。咁所以基本上咧，第一期頭嗰8棟樓入邊3棟起好嘅咧，我都已經用晒啦。咁啊，依家咧好快咁做緊，另外嗰5棟樓咧，全部都係我今年年底之內要做成。其中咧1號大樓係我哋標誌大樓，就係一棟綜合大樓咧，我已經平咗頂啦，甚至我都要預租啦，因為頭先太好反應啦嘛。咁我已經預租咗70%多嘅位置出去㗎啦。